麥當勞啊，呢個賣鋪啊，你哋有冇錢買啊？有錢嘅話，諗下計啊，買落去啊。因為咧麥當勞揀鋪咧，佢唔係亂揀嘅，佢揀鋪咧係有一條有一套規則嘅，有一套規則嘅。基本上我點解要佢麥當勞要開鋪？我點解要揀喺呢個路段啊？點解揀一樓或者點解揀二樓啊？點解搞街頭或者街尾街中間咧？佢都有條數計嘅，即係類似於風水咁樣嘅計數法嘅。啊，記住啊，即係話麥當勞其實咧，佢揀嘅啲鋪頭咧啊，基本上風水係冇問題嘅，所以有機會咧，你哋一定要有可能嘅話咧，攞翻佢幾個鋪嚟做啦。啊，記住啊，攞翻佢哋幾個鋪嚟做啦。當然麥當勞係咪要走佬咧？前線賣鋪咧，啊呢個就唔知道啦。橫掂佢啲鋪頭咧非常之正啊，記住。啊，所以話咧，佢依家有23個店鋪嚇，都有可能一件不留嘅。賣方就美國麥當勞呢個企業啊，咁出售後咧將繼續營運啊，即係佢啲人咧可能就賣鋪，但係咧麥當勞繼續營運，可能係咁咯。好，我哋再嚟睇。咁其實呢啲鋪買唔買得過咧？啊，比如話你買屋又係咁。啲鋪買唔買得過啊？一定要去到現場睇一睇，記住，去到現場睇一睇，去到現場睇完之後咧，一定要開個奇門遁甲盤。比如話咧，日光落宮代表你自己，生門落宮代表呢個店鋪啊，呢招一定要記住。生門落宮代表呢個店鋪。如果生門落宮冇四害咧，咁啊代表呢間店鋪咧風水係好嘅，係揾到錢嘅。呢係第一個啦。第二個咧，如果生門落宮又生你日光落宮，或者比和你日光落宮，或者同宮你日光落宮咧，即係話呢間店鋪唔單止係風水好揾到錢咧，佢仲好旺你嘅，就買得過啊，就買得過。記住下呢個技巧。但係咧，如果淨係生門落宮冇四害或者有四害，但係佢沖克你咧，沖克你日光落宮咧，即係證明呢間鋪咧雖然揾到錢雖然風水好，但係佢唔旺你，可能會喺其他嘅地方咧連累你收入減少所以有一個咁樣一個技巧啊，記住就係兩樣嘢，一個日光落宮，一個生門落宮生門落宮生你比和你同宮你日光落宮，咁呢間鋪就買得噶啦所以話你話麥當勞呢邊其實推出23個商鋪，咁你邊一個你買得落嘅咧？當然呢度差唔多成億噶啦幾千萬成億噶啦。所以香港以前咪有個鋪王嘅，我睇呢個鋪王就呢次就會出手啦，即係以前鋪王就好似以前麻雀館雞記我都去雞記即係好似係喺喺邊度嗰條咩街廟街嗰間雞記個老細雞記麻雀鋪咧，佢係鋪王嚟，你以為佢買鋪點買嘅咧？你以為佢真係揾嗰啲所謂嘅經濟師度過諗過嘅咩？睇風水嘅咋，睇風水嘅咋所以你用奇門咪好容易玩咯。生門落宮同埋你日光落宮進行比較咯，就咁簡單所以你哋有錢買鋪人哋1億幾千萬嘅買唔到，咪買啲一千幾百萬嘅玩下都得噶嘛，啱唔啱？